方衛視，中國內地唯一覆蓋全球嘅粵語衛星頻道，通過國家長城平台喺海外覆蓋北美、南美、歐洲、澳洲、亞洲等國家同地區。喺內地，南方衛視仲覆蓋廣西全境及海南部分地區，並通過有線網絡覆蓋廣東1190萬個家庭，近5000萬人。2009年嘅10月1號，南方衛視香港無線數字頻道開播，覆蓋香港80%人口，開創咗內地省級衛視嘅新紀元。南方衛視本土特色、國際視野嘅鮮明個性，深受海內外觀眾喜愛。2011年，南方衛視喺廣州地區收視穩居前4名，廣東省域前5名，廣東城鄉前7名。喺國家長城平台，南方衛視嘅收視排名挺進前10，東南亞平台排名第4，並連續2年被評為進步最突出嘅頻道。喺香港，南方衛視收視排名第8，係前10名當中唯一嘅非香港當地電視頻道。2012年，南方衛視將全面升級，全力打造南方粵語第1頻道。大民生新聞提升頻道影響力，45分鐘今日最新聞，本土最強新概念大型粵語新聞節目，新聞資訊大平台南方報道，每晚18點搶先送上。民生生活資訊王城市特首，新聞評論節目講開又講，再推出全新民生品牌擴版升級，大型綜藝全新亮相。大型益智情感真人 show 節目最佳拍檔，集趣味、益智、矛盾、情感於一身，既贏得豐富獎品，更贏得親情。全明星美少女才藝格鬥挑戰節目《美麗戰場》，專為女人而設嘅戰場，鬥青春、拼才藝、比氣場。本土最熱大型戶外競技活動為愛向前衝，全新挑戰賽道火熱推出第3季。大型美食綜藝節目我愛翻尋味，推出全省地方美食地圖，打造全天候黃金劇場。老友劇場精品大劇2集連播，雙優惠劇場3集連播，香港劇原汁原味送上，醒神劇場懷舊經典劇2集送上。黃金短劇分量十足，72家房客推出全新第7季，打造本土系列短劇嘅金漆招牌。2012年將推出系列打上72家文化符號嘅產品與活動。人氣小品王都市笑口組推出全新笑口連續劇場，以季播方式，每晚2集，連續故事風魔全場，塑造嶺南文化品牌。推出大型高清系列紀錄片《嶺南記憶》，大型民風民族系列專題片《廣東民族奇趣錄》，本土首檔懸疑系列專題片《嶺南 X 檔案》，拓展全新品牌欄目，推出全新情感類節目《情感調查》，以及公益愛心主題欄目《祝愛南方》，大型活動全民參與。舉辦第2屆羊城大學生辯論賽，發出廣東高校最強音。笑口組舞台劇2012全省巡演再掀高潮，喜悅至有型，繼續將歡樂帶到嶺南千家萬戶。第一故事越唱越好戲，嶺南風情畫、漁人碼頭等其他當家節目亦日益精品化，進一步拓展品牌影響力。2012年，南方衛視將全力打造南方粵語第1頻道，與全球華人分享喜悅無限。